也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有这么神奇的代志。嘉义东石这位84岁阿嬷，因为长期压腰破蚵仔，怎来翘骨，走路拢是高做90度。结果过年前有一届，阿嬷半暝起床，无小心去弄到壁，规个人倒向下。想袂到安尼一个摔，这个翘骨竟然直去翘骨所全好去。 毋但阿嬷家己毋敢相信，参医生嘛无法度解释。厝边隔壁拢讲，阿嬷是去互生命治好去。伊是食阿嬷，即马行路看起来安尼直直，毋过伫2月份进前，伊是翘骨真严重，规个顶半身会当讲弯做90度，亲像咧教人行礼共款。84岁住嘉义东石乡的伊，因为8月60冬，长期拢压咧全翘骨，想袂到春节过年前发生互伊想袂到的代志。头壳碰到啊倒退啊，再转倒线下位啊落去。 行路拢像摔一倒，一困醒起来，阿嬷行一条，伊竟然袂讲翘骨啊！因遐讲有够厉害啦，哪会现啊现好？那阿嬷本人伊感觉真神奇，乡民嘛感觉不可思议。我感觉足奇妙。摔一倒，翘骨无去啊！骨科医师嘛讲罕见。临床上这是比较少见的案例啦。那其实一般这样的案例，其实它都还是会有一些骨质疏松跟下背 压迫性骨折症状。透过电光片看到阿嬷的两骨已经无过弯做90度啊，不过伊也必须要定期检查，安尼才会当顾好两骨。医师嘛要提醒民众，阿嬷是一个个案，大家毋通胡乱去弄，或者是敲，以免骨质煞颠倒害。